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7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连假头一天，各地真好天，高速公路约车阵，估计国道的交通量是118百万车公里。中央车水电等等的专业技工去灾区到3工，不过去到位煞无人咧派工课，即马要成立专职单位统一来调派。家己车路要放烟火，真侪人摕物件占位造成乱象。即马已经公告，若摕物件占位会直接清掉。今仔日是中秋连假的头一天，各地天气是侪云到好天，温度嘛不哩悬。嘛因为好天，大家出门行踏，高速公路约车阵，估计国道的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因若国道5号建议下晡5点了后出发，较袂塞车。透早高速公路路南道段有真侪车，毋但路南车多，上北车也真多。因为初时是中秋3天连假的第一日，国道出现大量回乡甲出佚佗的车。高公局有讲，国道交通量是118万车公里，研判包含各一路南、永远到豆分、中华到保盐系统、上北县山到大华系统、国三路南的快关到布丰、国5路南的南港系统到头城，甲国10向东的顶金甲燕巢系统开塞车。杨梅头份路段还有国三南向的综合到关西路段，车多的状况预计会持续到下午3点、4点后才会逐渐疏解。而另外，针对国5南向车多的一个情形，则预计也会持续到下午4点后才会逐渐疏解。高公局建议，西部国道路南的用路人尽量在中昼12点了后出发；公路路南的是在下晡5点了后出发，才能避开车潮。气象署分析，全台受太平高压影响，气温拢真悬，各地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我们附近还是有高压的影响哦，因此我们在今天还是要留意温度比较高的情况。而至于未来这3天的这个中秋连假假期，则是还是要留意这种高温比较稳定的天气。气象署指出，下礼拜双十假期进前推估有热带扰动通过东北边海面，甚至正做风台，北台湾天气可能转做有雨，影响假期。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中央讲，即马花莲灾区上欠水电等等专业的技工，要请因来斗3工。不过去到位煞是无人咧派工课，即马中央要成立专职单位，统一来调派。50个，好，麻烦进来点一下50个。透早之间，10个人一排伫公河车站集合组队出发。中秋连假头一天，公河车站有真侪人订，人坐甲军用卡车都袂负载，改做替代役的船用行入去。真的好多人，都等吓到了，大家都好有热情。台科大就蛮常办跟花莲的活动，对，那学长姐1天之内就完成报名，然后我们就组了1车下来。到早起10点，公河车站统计有12000外的民众入站，不过接受中央调度的技工人数煞干那1300外个。也是有技工到现场煞无啥啥，只好家己组团入去灾区。很多人下来可能算无头马车，那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就想说，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不知道要去哪里的话，就可以跟着这个走。另外一边，车三中央调集希望有水电、土木等相关技工投入，为咗专家技工趁连假去公河上岗集合，煞出现等无派工的情形。然后他们就整个散掉了，然后速度跟进度我们都无法掌握，只能我们派工出去查。它其实是这边的人力是比较多的，那其他地区应该要再分散。目前中央前进协调所提醒，一般技工人数已经有够，中秋连假会当适度休困。但是已经到现场，为了应对大部分家户窗仔门毁损，也加所来可能的风台状况，会做分流协助做防范风台山地啊，爱1万个山地。专业技工原来成立专门的窗仔口。光复车站，我们会有一个牌子，有具备有水电专业志工的，我们会把它送到各村，交给村长运用。中秋连假3天，大量的人力资源持续入来，对中央地方是不是当顺利协调调度，也是真大考验。记者采访报道。亚南马泰安溪的邦山湖目前暂时是稳定的状态。根据农业部的估算，这个土石差不多有3亿立方公尺，其中有17%是拢摒落溪埔，溪埔的烂土平均有甲2米悬。另外，山脚绑起的布花目前临时的已经做好啊。
会面中议员是土山杨亚杯，林保署车查继续出动空中摄影机监测马太安溪放山湖暂时无异状，暗过2名破面无较稳定。根据农村水保署上新分析报告显示，蓝色是放山湖，红色是放达地区，总土山囤积量3亿外方，83帕有2.5亿方，还在放达区17帕是囤伫中下平的河道。期待它是分批，然后慢慢的这样子流出来，就比较没有问题。比较担心是说，如果是一次大量的流出，那伤害就会比较大一些。水保署指出，其实光复市区是伫高冲积线头前，在前湖泊高顶都已经比爆发内底农地甲市区较悬。这摆土山为水头冲落来，在后光复市区边的湖泊高墩悬2公尺，湖周街高墩悬2.6公尺，是这摆上严重的地区。佛祖街这个部分，我们今天采取了严格的交通管制，让所有的重机具在里面作业，已经连夜的赶工。目前来讲，已经完成了2860公尺的堤防建筑。在后山的爆发受损总长2860公尺。灾害前线协调所宣布，伫临时管工之下，临时爆发已经全部修好。虽然是临时，暗过也真细致，有3层保护，包含第1层顶地防护，第2层太空包冻水，第3层是爆发图改顿复杂。我们在前方这个土堤也会进行这个钢网跟混凝土来灌制。那这样的话，它的防水效果更好，这惯用在我们的隧道工程。透过新闻实验室小组制作的动画影，看到放山湖溢流了后，大水带拖就10分钟，第一波放到马太安溪桥，马上将桥冲下去，无偌久水陷光复市区。最后要安怎保护民众生命财产？中央表示暂时爆发差不多3公尺悬，引动1公尺悬的水，河道清理工作也未当停。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要持续咧扰乱台湾，国防部今仔日发布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甲7架中国军舰。面对这个局势，菲律宾参谋总长讲，台海若发生冲突，第一要紧的就是撤侨。不过学者讲，撤侨需要时间，台湾爱化危机，转做是转机来反制中国。台湾伫庆祝中秋连假，不过中国扰台拢无停。国防部初时发布查到共机10台，其中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区域有5架，结合共艦7架伫台海出现。中国用是军事微炮，搁展示伫九山阅兵所展示的远程火炮，射击范围上远有过100公里，包含台湾本岛，对咱方形成严重的挑战。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可以根据不同的目标选择不同的弹药。国军严密应对强军的威胁，菲律宾嘛关心台海情势。根据统计，伫台湾海峡有16万人。菲律宾参谋总长布劳纳表示，若台海陷入不安，菲律宾首要的任务就是撤回侨民，优先伫李松岛的军事基地安置。当美菲在进行撤侨的时候，或者是在维持这个海上的一个运输的时候，那这是不是又给台湾更多的一些机会去准备海上持续有船舰在进行一个运送的一个任务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刚好去打破了今天中共在进行封控或封锁的一个如意算盘？学者认为，台湾爱把危机化作转机，持续争取甲美国带头的盟友加强合作。另外，美国协助加强台湾提升防卫能力。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会审查减低法案，加速对台军事流程。它用意是把台湾就是列为北约 Plus， 也就是等同北约的准盟国如此可以加快武器的这个采购的速度。学者表示，减低法案会让台湾、甲日本、澳洲、南韩等北约 Plus 国家享有政府是军事的待遇，这个盟邦也会当转让军备，有助台湾快速得到武器的装备。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加沙的情势，初3有真大的进展。川普提出的和平计划，哈马斯遂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的人质。然而，解除武装的问题因并无讲明。虽然川普要求以色列都要随停火，不过根据上新的消息，以色列轰炸加沙的行动犹原无停歇。哈马斯伫初3发表声明，根据美国总统川普提供20点和平计划，同意释放所有以色列人质，包含生者甲遗体。佮针对部分细节，马上启动协商。针对是不是解除武装，哈马斯无明确回应，也强调加沙走廊的管理权应该交由有巴勒斯坦共识，佮得到阿拉伯甲伊斯兰国家支持的独立行政团体。
We don't need the weapon if there is no occupation. We will never accept anyone out, not Palestinian, to control the Palestinian. But this does not belong to Hamas only. This belongs all of the Palestinian and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对哈马斯的最后半日通缉进行2日真紧的回应，川普透过影片感謝促成這項成果阿拉伯並講。This is a big day. We'll see how it all turns out. We have to get the final word down in concrete. Very importantly, I look forward to having the hostages come home to their parents and having some of the hostages. 中东问题專家分析，哈馬斯用動機暗過保留的做法是正巧，將基地重新偏回以色列甲阿拉伯國家。哈馬斯對戒毒武裝甲巴勒斯坦地非定基地無好態度，為加沙和平問題加入不確定因素。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辦公室甲軍方也發表回應，表示會處理川普計劃第一階段，也就是釋放人質。雖然川普表示哈馬斯已經準備好迎接和平，也呼籲以色列愛停止轟炸，將確保救出所有人質。不過根據加沙當地消息，哈馬斯初三發表聲明了，以色列仍然繼續轟炸加沙。同時，以色列軍方也想要拿下去加沙援助的全球經濟軍隊最後一隻船。公視新聞張淑芬報道。換轉來看咱國內，高雄市區的一大工地最近互發現有頂差不多2層樓高的建築廢棄物加垃圾土，而且無砍的規個是硬碰碰。市府講這是合法拆除的工課，不過因拆落來的物件甲營業確實是無合規定，所以下令停工甲裁罰，嘛要求要限期改善。真侪鐵基啊、紅毛土這建築廢棄物加土沙攏蹲佇工地內底無遮砍，風一個吹就有土粉贏贏飛。高雄民生1路這個工地8月中拆除的時陣，鐵架倒去，即馬真儕廢棄物囤倒轉去蹲佇遐，附近的民眾煩惱土粉變霉網的問題。灰塵這個，你看，整個都是很嚴重呢。上面都是。因為我也不知道它工程是要會多久啊，盡量就是不要拖那麼久這樣子。廢棄物甲土沙佇市區蹲差不多2層樓高，初時早起工人佇個現場有噴水，較袂死價飛。工務局早起到現場會勘，表示現場是合法拆除工程，9月22才拄啊拆線。建物有地下2層，愛先囤土，才袂崩塌，確保拆除安全。零件混合物的部分它现在正在现场在进行分离，需要合法的在现场设置一些相关的防护措施，以及相关的一个防尘简易扬尘的一个设施，这是依法应该做处置的。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部分依建筑法来进行一个开罚动作。零件混合物未符合设施标准储存规定，违反废清法36条规定，除裁处6000到300万元罚款外，并限期改善。工地早起早拄啊开始砍布棚，虽然是合法的工程，不过相关的防护也甲蹲坑无合规定。高雄市政府依照建筑法甲废清法开发，工务局现场嘛要求施工单位限期3天内先分类各清运铁架啊这些废料，用布棚遮砍，避免土沙赢飞造成民众的困扰。记者采访报道。台中的警方顶一日抓到一个非法中人的集团，带头的是一个姓洪的查甫人。伊专门找4年的移工，甲超过期限非法踮伫咧台湾的外国人，伊甲伊隐失头，佮抽分，而且赚的乌心钱有甲200万。目前已经甲这个非法的集团拢总33个人移送法办。台中5车透天厝内底藏27个印尼籍4年期间甲国际外求，因为做工领无钱，闹出抗议，各翕影片伫网络反弹。警方甲移民署接到报案到场解决问题，说意外查到姓洪查甫人为主的非法中介集团。姓洪查甫人伫5车开工程行，透过印尼籍姓洪的外配，为2004年开始就共享非法4年期间到国际外求，中介到工地做清洁搬分拍照啊，这工作，各费一薪超500到1000。互移民署查到，查扣电脑小铺车证物，统计集团不法锁定200万。姓洪的外配为当中得到8万起的中介费，后续将姓洪主嫌非法务工，建设公司头家等33人，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涉嫌长期招募失联移工及逾期外侨至工地打工，透过剥削劳工薪资谋取暴利，
全案将非法仲介、雇主及非法工作者共计33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台中专勤队表示，违法销售外国人非法工作，会罚10到50万。借出移动经理，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科或者并科120万以下罚金。另外，今年10月新制上路，呼吁有期拘留的人家己到案，罚金对应减半，也继续强化查缉力度。记者综合报道。伫宜兰的大溪渔港，目前差不多有120只渔船咧出入。不过在地渔民反映讲，这空间实在是伤狭，清早会去下着，所以希望会当争取新港甲旧港会当合作伙。目前县府评估这工程的经费差不多爱13亿外，嘛已经甲渔业署来争取。头城大溪渔港港边鱼仔市场水产丰富，因为城市现楼外是当地出名的观光景点，吸引真侪游客来。这个所在渔船出入真接，暗过船只停靠的空间严重不足。下晡渔船掠鱼转来停靠伫大溪港，港内因为空间伤狭，敢若剩一条航线，袂使烧闪。渔民反映，出入的时阵，渔船定定拢会去烧虾，尤其是风台期间，在地渔民根本唔敢出港，因为若出去，港内一下就客满，家己转来会无位停。那就阿妈掠鱼转来拢无同我，尤其是风台啊，风台咧，你若风台就一定爱咯开去咯别个渔港。目前为止包括硬邦港到澳洲港，拢有咱遮的渔船啊，因为就是挖袂落才会刷伫遐。渔民争取政府会当甲大溪渔港的新旧港甲合建，增加当地渔船停靠的空间。通区渔会是评估，新旧港合建了后，爆发的长度会增加440公尺，流向范围嘛会增加1.23公顷。台风来临时，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好让挖船啊吼。这对于咱渔民来讲是非常的危险。那我们这个部分也是有积极跟渔业署去争取相关的预算，希望中央能够予以补助。县政府2002年就已经完成评估新旧港合并的工程，专案唔免宽评，初步估计工程经费爱13.1亿，不过各单也无法度争取到相关经费。县政府表示已经持续向渔业署积极争取，希望早一日会当完成相关的建设。记者采访报道。来看家己当朝，伫咧初六暗时要伫咧渔人码头放烟火，是啥真侪民众提早摕码翕相的卡机去占位，造成乱象，而且嘛发现讲这占位的卡机去互破坏，所以主办单位就讲已经有公告禁止摕物件占位，那违者会直接甲这物件清掉。用两部烟线甲卡机放伫布旁边，渔船白所的顶边嘛有人采翕相用的卡机。嘉义县当朝的渔人码头，因为初六暗时要来办活动放烟火，为着想要伫好的角度来翕相，都有人用卡机先来占位。遮迄个放烟火嘛，伊足水的啊，旧年造成风动，所以今年较无共，今年因遮的摄影摄影写遮的老师拢提早就来卡位。因为惊卡机互人提走，卡机顶面嘛出现各种物件来固定。嘉义县政府文管局指出，卡机放伫码头会影响到渔民作业的安全，有公告禁止用卡机顶顶的设备来占位，且民众家己收回去，会随时派人巡视移除遮的物件。一个月前，就拢卡位啊呢，伊昨拢要去摕土架。是啦。这是最近这几工尔，遐面嘛有呢。哦，拢有哦。迄面可能伫内底。今年张氏棒长达12分钟，1.8万发的烟火吸引非常多的游客关注。为了维持渔港渔民作业的权益，也在今年特别公布，希望游客不要用脚架来占位，让渔民有良好的作业环境。除了占位的卡机造成渔民的不便，嘛有传出因为占用道路，所以卡机互人破坏的代志。官府就呼吁用设备占位的人配合活动的公告甲规定，避免造成当地民众的困扰。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若讲到改车，一般拢会想到臭人耳，也是驾车顶刻板的印象。不过，其实真侪咧研究改装车的人，颠倒是希望咱嘛会当像外国同款，互大家了解改车会当打造出无同款的风格。这是一种专业的技术，嘛是一种美感的呈现，甚至会当发展做一项产业。下晡7点半，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阵爱车的人，因安怎行出创新的路。白日到拜六暗时啊，高速公路休息站都会聚集各种的车友，像是卖声真侪车迷来遮参与，大家食好到小报，
即马遮已经成做真出名车友聚会所在。算知名景点的啦，哎呀，6日一定都会来的地方，很多观众都会来这边带小朋友来拍照、欣赏车都有。知影遮每摆六拢会有遮活动，嘿，啊我就是介意车，拢会来踅踅看看安尼，介意这个气氛啦，介意来遮踅啦。持有票券往前。对介意改装车的人来讲，这是收藏品；也若对改装设计师刘成义来讲，每一届的改装拢是新的创作，所以伊特别介意手工的改装，希望让每一台车拢变做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改出去的车咧，只要有去参加一寡聚会，吼，也是参加一寡活动，大家拢看会到，这是一个作品，就是类似咱较早讲的艺术家的艺术安尼。因为我大概创造一台车，伊就是独一无二的。想来看一些比较不同的改装。花园大赛我觉得蛮酷的，都很难得有这种机会。来到改装车的展示场，平常时啊，伫路面真罕咧看的车，车卖会当看一个较够开咧。不过因为目前法规的限制，遮真侪车无法度驶去路面，所以这场车的展览会当讲是展示收藏甲新配舞台。那以产业的角度来看，这是技术交流甲了解市场趋势的好机会。所以当初阮会去想要来办这个活动吼，除了讲阮想要来推广家己的这个改装文化，较正面的改装文化，阮嘛是希望讲会使帮助咱台湾的产业，会使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所在，会使去展示伊的物件。改装是专业甲创意的结合，为车友聚会交流到特色的展现。台湾改装的文化当拍拼头开束缚，走向专业、多元甲自由。产业界希望未来咱台湾会当开创独有的改装美学，行起哩世界舞台。记者洪条成、吴一修综合报道。再回来看下半部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9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8度至33度。还有未来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